醒了，终于醒了。啊！我脑袋怎么那么疼啊！你们是谁呀？这是哪儿啊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？我们都被拐卖了，关在这个铁笼子里。被拐卖了？嗯，我不能被拐卖的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我相公和冬青姐呢。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快放我出去！你别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，能不哭吗？都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。想办法呀！这铁笼可是挺结实的，我要是不打开的话，就凭你们几个小姑娘想把这个铁门打开，除非你们把它给砸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哎，这话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！这要怪呀，可不能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有眼无珠，认人不清。你不用这么瞪着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。等我把你们卖到有钱的大户人家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披金戴银，当小老婆姨太太，到时候感谢我都来不及呢。良心被狗吃了！我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把你的骨头给拆了！你想拆我的骨头？行，先把这大铁门拆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铁门给拆了。让开，快让开！瞧瞧我们的厉害，跟他们拼了！跑不掉了吧？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！姐妹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好！冬青姐，你肯定特别疼吧？一点小伤，算不了什么。都怪我不好，没听你的话。你肯定现在特别生我的气吧？要不然，你骂我2句。那实在不行，你打我2下也行。你打，你打。真没事儿，谁让我们是亲姐妹呢？你呀，就别再瞎想了。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，经过这次事情，也正好让你看清楚，这江湖险，人心更险。你呀，以后千万别轻易相信任何人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那些捕快真的是你带来的？你什么时候跟衙门的人打上交道了？这说来也巧，那次我们在茶馆里教训的那些人，正好就是衙门里的捕快。他们跟踪那些人贩子啊，已经跟踪很久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还以为那些人是土匪恶霸呢。人不可貌相，常言说得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也就是江湖。任何事情若非亲身经历，谁又会相信那就是真的？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？有传闻说，那对父女打算在今天把骗来的女孩子卖了。于是我就顺藤摸瓜，找来一个买家，从他口中逼问出来的。冬青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后面的事情，哎呀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
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，而且我再也不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希望你真的能记住，我们都没有亲人了。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唯一至亲至敬的人，我不想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能明白吗？我当然能明白了，冬青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我爹走了，现在你和我相公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以后我听你们的。这个剑穗真好看，正好买给二师兄在煮酒论剑大会上用。饭桶，全是些废物点心，啊！这东山县才多大点儿啊？怎么连2个人都找不出来啊？这丐帮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。老祖宗，您别光怪我们啊！说句公道话，那2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得罪您的事儿，干嘛非得找人家麻烦不可？是啊，老祖宗，那2个人明明说了要找的是阳明山庄。是什么人想找阳明山庄？别把阳明山庄改成折剑山庄，已经10多年了。江湖人只知道折剑山庄，早已忘了阳明山庄。这想找阳明山庄的人会是谁？你们好，请问你们刚才说的那2个人找阳明山庄的，长得是什么样子啊？是一个胖胖的男的和一个小孩，而且那2个人脸上都长满了胡子。胖子和小孩，还长满了胡子。来，大家都看清楚了啊！一旦发现这几个人，立即上衙门禀报，重重有赏。啊！哎，马少飞，停！这有个折剑山庄，是不是阳明山庄也不远了？哎，那有个姑娘，去问一下。大姐姐，请问你是折剑山庄的人吗？你找折剑山庄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姑娘，还没说清楚，我们就是来问个路，问问阳明山庄怎么走。阳明山庄？对。你们找阳明山庄干什么？大姐姐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那么紧张啊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可是你看着还是像很紧张。不说这个了。姑娘，你看我们拉的这个车，哎呀，连走带爬的，一路很辛苦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往西南方向走1个时辰就能看见了。姑娘，你长得很漂亮，有时间我请你吃饭、喝酒、看戏。行了，别墨迹了，赶紧赶路了。果然是通缉榜上的那2个人。那大师兄呢？难道就藏在那口大木箱里？战姑娘，此话当真？你真能帮我把这通缉榜上的3个人捉拿归案？只要你按照我刚才说的方向走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们。这战姑娘，你们折剑山庄那是高手如云，抓这3个毛贼那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这3个毛贼那可是价值1000两白银呢。这战姑娘干嘛把这么好的赚钱机会让给我啊？赵捕头跟我们山庄素有交情，有好事当然要想着你们。也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事成之后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我分3成给战姑娘。不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我分文不取。这怎么行呢，战姑娘？这亲兄弟啊，还明算账呢。这样吧，这1000两白银的花红，你怎么也得拿个1两2两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能让战姑娘白帮忙呢？帮你，就是在帮我自己。大叔，请留步。怎么，你们想找我买野味啊？这可都是山里刚打的，可新鲜了。我们不买这个，我呀想向您问个路。
请问您在这山里打猎，一定对附近很熟吧？当然，我从小啊就在这大山里上蹿下跳的，闭上眼睛都能知道山老鼠的窝在哪儿。说吧，找什么地方？吹牛，山老虎的窝，他怎么知道山老虎的窝呀？那你一定知道阳明山庄怎么走吧？阳明山庄？对。您是不是知道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连山老鼠窝都能找到吗？很熟的。当然熟了。跟你这么说吧，除了前面有间粮仓啊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山里面有什么庄子。粮仓？前面有间粮仓。马上飞，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其他人，说不定啊，那儿有人知道阳明山庄在哪儿。